继续来看教育部今仔日定案，禁止大专院校甲中国3间大学来合作交流。这3间是广州的暨南大学、福建的华侨大学、北京的华文学院。讲因为这3间大学拢是由中国的统战部直接来管理的，未来无爱采纳因的学历。总统赖清德讲，希望各大学甲中国交流都要考虑风险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痛骂讲，规气直接宣布中国的大学全部拢无合法。看起来政府古早味的建筑物图书馆头前广场采中共5000旗。中国100年历史的广州暨南大学，因为算是中国统战部伫咧管，咱台湾教育部拍板，未来禁止鼓励高中一个学生去读，公家输入大专院校嘛不准交流合作，若无得扣减奖金补助款。面对中国持续不断的统战、渗透、文攻武赫。 各大专校院跟中国进行交流时，能够存有风险意识。包括广州暨南大学在内，福建省华侨大学和北京华文学院3间是对华统战部直属的大学。根据国安单位统计，有超过2000位台湾学生在读。教育部除了讲禁止交流，效率嘛被采进。两岸的观光也被搞烂，现在两岸的学术交流也要故意的透过一些特定的方式来打击。这几年，广州暨南大学为着向台湾学生 来这读，杀出真侪收费好康。若是22岁以下学生，学校国文、英文、数学任何一个科目均票，都当免来读册，而且全年免学费。过去包括国民党党团总调鲍君奇、立委万美玲，拢是毕业的校友。如果要特地的去标签化的话，就是干脆我们教育部就宣布所有中国大陆的学校通通不合法。我要强调。 台湾民主、自由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学术自由，都是我们珍贵的资产。统战风险和学术交流之间的限度捏捏，雕也想的共款无共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